好，又翻到嚟啦，希望咧你哋已經練到啦，咁同埋時間仲充裕啦。咁而時間充裕咧，今日其實應該要教另一首歌，所以頭先嗰啲咧都係復琴啦，同埋再進深。咁今日會教另一首歌，咁另一首歌咧你要攞翻我神真偉大嗰份譜出嚟。咁基本上咧右邊我已經擺晒嗰啲嘅 chord。今次你見到我啲 chord 咧有個特別之處嘅，同你平時彈緊嘅 G chord 咧可能有少少唔同嘅。我希望做到嘅係咩咧？我之前都講過，希望咧用最少嘅手指位嘅轉動，令你可以彈到最多嘅嘢。咁所以嚟緊咧，我會講咧關於咧左手嘅轉換。同樣啦，我會先講左手，然後我會講右手，跟住我希望你慢慢學習將兩樣嘢去到合埋一齊。左手還左手練習，右手還右手練習，最後我哋合拼埋一齊。呢個就係我應該會有嘅練習方法。首先講左手啦。左手今次嘅 G chord 咧，我哋會咧將手指4手指同5手3手指同4手指咧，都放喺最尾嗰兩條1、2線嘅第3格。基本上咧，成首歌咧，佢都唔離開佢咁滯㗎啦。只係有一個 chord 咧會拎開一隻手指尾嘅啫。其他咧跟住上邊咧，呢度就係擺翻 G chord 個位置啦。G chord 個位置，唔知你睇唔睇到啦？呢個啦，呢個啦，跟住下邊兩隻手指，呢個係 G。睇一次我點樣彈我個 voicing 比你平時嘅 G chord 咧，佢應該係豐富少少嘅。然後第二個 chord 咧，其他所有手指唔喐，淨係呢一隻手指喐。呢隻手指喐咧，搬落去而家嘅食指下邊嘅一條線，形成一個咧 E minor 7嘅 chord。你睇翻張紙咧就會清楚啲。咁所以第一個 chord 係 G 啦，係啦 G 啦，然後 E minor 喐一隻手指嘅啫，睇唔睇到？跟住咧 C chord 咧就喐兩隻手指，但係都係好簡單嘅啫。中指搬嚟食指前面呢一格，食指搬落下一行，其他手指唔喐，係啦，好簡單啊。然後咧，最後一個 chord 就係 D sus4。D sus4 咧，呢兩隻手指都拎起，搬落去呢兩隻嘅上一行上一格，第三線嘅第二格。你可以睇翻我俾你個譜啦，係 D sus4。彈啦，係啦。最後咧，我哋會 restore 佢翻轉頭。呢個咧，頭先呢個 sus4 咧，好似延長咗個聲音咁樣嘅。最後咧，我哋會拎翻走個延長，彈一個咧叫 D2 嘅 chord， 就係拎走個手指尾啦。如果你可以做到咧，再多啲就翻去原本嘅 D chord。我彈一次完整成個俾你睇咯。珍貴榮耀君王，在全地之下，萬民都喜樂，全地都喜樂。我是神意真神，父子與聖靈，神聖的羔羊，全能神羔羊，我神。係啦，大概就係咁樣啦。呢個係有同上一次有啲唔同嘅，佢每一個 chord 咧彈2個 bar，即係話8下。係去到咧 C chord 同埋 D chord 咧就係各彈1個 bar。所以你聽多次咯喎 ，G 係8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應該冇問題㗎啦。大概咧，佢成首歌嘅正歌就係咁。如果你哋有時間咧，就翻去聽翻熟首歌，或者希望你係有聽咗先嚟啦。所以呢首歌咧嘅正歌係咁樣。
然後咧佢一路延續咧，去到副歌咧，我哋只係多咗一樣嘢。咁所以咧，你如果練好咗個正歌，左手咧就冇乜特別嘢㗎啦。咁啊，左手只係繼續用嗰4個 chord 啦。但係咧落到去個副歌咧，佢個 chord 有少少變換，好少嘅啫。聽住咯喎。我神真偉大，歌頌你生命真偉大，全地都看見。我神真偉大。如果你細心咧，就會留意咧，前邊8下嘅 G chord 咧，變成咗6下，跟住咧尾二嗰2下咧，我係轉咗一個 chord。咁嗰個和弦咧，我哋叫做 passing chord， 或者叫做即係一個過門嘅和弦 passing chord 或者過門嘅和弦。咁佢係由 G 轉咗去 D on F sharp， 其實即係落咗半度。所以咧，佢手指咧落咗由呢個形狀啦。變咗呢個我哋有啲挑戰啦，將你嘅手指公包上嚟，撳住E線，然後食指撳翻 D chord 撳嘅嘢，係啦，你睇下認唔認到呢個樣啦？咁啊，我應該係冇寫落去嗰份譜度嘅，咁我稍後都會加喺新俾你嘅嗰張chord sheet 裏邊。咁啊，你聽下呢個聲咯，有啲似 D sus4 嘅 D4 嘅。但係佢加咗個 F sharp 最上邊呢一條，佢就有一種咧過門嘅效果啦。聽住咯喎 ，1 2 3 4，係啦，咁就有種過門，因為佢由 G 去 F sharp， 跟住下一個 chord 行就 E， 所以佢3粒音咧就有種行樓梯落嚟嘅感覺啦。咁所以我要做嘅就係咧 G 彈6下。呢個 F sharp D on F sharp 彈2下，然後彈翻繼續8下 E minor， 做多次。我神真偉大，歌頌你生命真偉大，全地都看見。4下 C， 我神真偉大，8下 G。係啦，咁呢個咧就希望你可以試下。你開波咧就係用1 bar 一個 bar 4下向下數，練晒成個首歌嘅所有助手先。咁啊，同樣啦，你而家大概可以有10分鐘左右嘅練習。練習完之後咧，我想你都係錄低佢俾我睇下你嘅手指位啦。特別留意咧，呢度多咗一樣嘢嘅。上次我就教你哋咧個手指公咧要喺琴頸嘅正中間啦。今次咧呢一個 G chord 咧，你可以有一個挑戰咧，就係你見到我手指公會直頭包上嚟嘅，包晒上嚟嘅，箍住條琴頸嘅，箍住條琴頸嘅，預備咧我嚟做一個 F sharp 嘅動作。咁呢個咧係考慮到咧唔同嘅 key 會有唔同嘅彈法。咁所以當 G key 同埋 C key 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候咧我會選擇手指公包上嚟嘅。咁所以你喺練習嘅時候咧，都可以留意手指公嘅擺位，你亦都可以留意我彈嘅時候咧手指公嘅擺放。你可以望多一次。我一路都處於琴頸嘅上方，冇離開過嘅。咁你今次可以試下多呢樣嘢。咁當咧解釋一下點解手指公會有唔同嘅位置啦。當我一個和弦咧要擺一個手掌比較闊嘅位置嘅時候咧，我需要發力嘅話咧，我就會將手指公咧貼近翻，點樣俾你睇咧？貼近翻琴頸嘅正背面。但係當咧我需要一啲咧比較穩定嘅和弦嘅形狀，例如呢個形狀，你見有兩手指從來唔喐噶嘛？佢唔喐嘅話咧，我就想包實佢，令到我成個喐動咧可以穩定啲啦。因為上下都夾實咗，呢兩隻手指嘅喐動咧就會變得可以豐富好多啦。
咁所以你哋係可以去試下。咁下堂翻嚟咧，我會捉你嘅手指位，特別係左手嘅手指擺位啦，手指公嘅擺位。咁希望你錄片俾我睇嘅時候咧，都會錄到少少手指公嘅擺位，咁我就會更加清楚你做緊啲乜嘢啦。